父皇，來人吶，傳太醫。琪兒，到朕這兒來。是。让朕好好的看看你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间你们都长大成人了。朕突然想起来，你们小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你们一个比一个调皮，整天圍着朕打鬧，讓朕陪你們玩耍。那些畫面，朕還能記得清楚呢。是，琪兒也記得。歲月如白駒過隙，不由人意呀。你大哥潸然而去，为父母者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可悲可嘆。父皇，大哥的事都過去許久了，還望父皇不要太過於介懷，保重龍體要緊吶。朕的身體，朕很清楚。這些日子啊，你盡心盡力的輔佐朕。我這個父親啊，早就看在眼裡。父皇，這些都是兒臣應該做的。只有你最像朕了，琪兒啊。朕100年之後，你和你的兄弟一定要互幫互助，千萬不要反目為仇，讓朕寒心。说得很清楚了，为何你又私自前来？就不怕我取了你的性命？双儿只是來稟報尊上，你交代的事，雙兒已經辦成。哦，竟然如此順利。雙兒只是想讓你知道，雙兒為了你，什麼事都能做到。這件事情你辦得很好。尊上不再追究雙兒破壞規矩來找你了嗎？你做得好，我為何要罰你？好了，天色已經晚了，外面天氣這麼涼，你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。我有新的情況，我自然會聯絡你。哦，你回來了。你為何睡在這裡？我在等你回來啊。我剛才看你急匆匆的走，我以為有什麼凶險之事呢，所以就在這兒等你回來了。
怎麼了？今日进宮，竟发现父皇白发丛生，苍老了许多。身为皇子，我这心情难以名状。那你以後就多陪陪他老人家呀。人在小的時候會經常圍在父母身邊，人慢慢長大，陪在父母身邊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了。今日父皇也提起了好些事情，還講了許多傷心的話。你怎麼了？我也想我爸媽了。與你相處多日，還未曾聽你提起過他們。不如擇日我送你回趟家，順便去看望一下二老。嚇我一跳。孟郊，這兩天皇上可能去找你作證，你千萬要記住，按我說的去做。說說，你說的我仔細想了一下，這搞不好我他媽的會掉腦袋的，我看還是算了。孟郊，你怎麼能說話不算數呢？行，讓我答應你也可以。但是事成之後，你得跟我回山寨，做我的壓寨夫人。你當山賊當上癮了，你不打算回去了？你還別說，我還真的就不想回去了。這邊的人特別的仗，比咱們現代人呢不知道強多少倍。就拿我那幾個小兄弟來說，個個肯為我拋頭顱灑熱血的，我怎麼說也是一個性情中人。這猛地一下子穿回去，我還真有點捨不得他們。哎，要不這樣，你乾脆跟我回山寨，索性我就不走了，咱倆在這兒好好的過。這樣吧，只要這件事你能辦成，我自然願意。行，我答應你。